那句話船來不及從我嘴裏吐完，寒風就把它吹成了冰。屋外是集市的喧嘩，屋內卻像被按下暫停鍵。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目光裏有期待，有恐懼，也有無法掩飾的絕望。玉家糧鋪的門口站着一排粗壯的惡漢，他們的頭領笑得像餓狼，看着我們像看着獵物。3年前，曹幫因為漲價把我們老店逼得幾乎關門。那次老爺子不同意向他們低頭，結果人家來了軟硬不吃，逼得店裏斷糧斷賬，最後老爺子病倒了。我們這一輩人都記得那條血跡，記得那夜的哭聲。如今曹幫又來了，帶着人馬和威脅，想把我們家的糧肉給他們吃一成，剩下的全歸他們。一個小小的糧鋪，對他們嚟說不過是場生意，對我們是孩子們的飯碗，是老人夜裏睡不着的牽掛。小姐，你說怎麼辦？小二娘的聲音顫抖，眼裏有淚。我按住她的手，盡量讓聲音像條繩子，結得結實一些。先把糧藏好，通知隔壁的店主來幫忙，把門關嚴，別讓人亂跑。苦多人都勸我低頭，給一點好處，保住性命，留住店鋪。可我看着堆滿舍房的米袋，想着小草那張小臉，想到屋裏近剩的那幾口鍋碗瓢盆，我知道退讓一次，也苦換嚟的是永無止境的索取。老爺子當年教我們，真英雄不是打倒多少人，而是保護了多少人。我抬起頭對他們說，別怕，我不會讓他們把糧帶走。話是輕的，可我並不輕易相信自己的勇氣。誰能想到，那個全歲中只會替別人提東西的間散小幫手，今天會站在我面前，像個當戰的盾。振飛鴻，他不是個顯山露水的人，臉上帶着一層常年風霜的淡然，未人知道他過去的來歷，未人知道他會在最緊要時刻站出來。他說，小姐別慌，我在借人。我想過逃跑，想過把糧藏進更深的洞裏，但我的腳像釘在地上，離開意味着把所有人拋下。於是我站到門口，像是站在一條看不見的界線上。帳標笑着走上前，扯着喉嚨，小姐，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家糧好？給我半袋起，剩下的我們再閱。不然，他揮了揮手裏的刀，刀光反着天光，是那種讓人牙齒發酸的冷。來試試十招。我幾乎未意識到這句話是怎麼從嘴裏跑出來的。屋裏一陣竊笑，惡人們以為我在開玩笑。誰會想到，一個女莊主會以拳腳愚人論輸贏？更未人想到，他們竟然只要我們輸了，就能把糧搬走。帳標傲慢地說，好，10招內我勝，你們就把糧交出來。輸了呢？呵，那就閉店歇業，別再裝雜麼堂堂玉家糧鋪。他的眼裏有驕狂，有蔑視。可是天知道我們有多少家底壓在那堆米裏，多少老人的晚飯等着這一點米粥。振飛鴻走上前，臉色平靜得像一潭死水。他沒有越話，只是伸手把袖子挽起，
那動作普通得像拎起一把掃帚，但我看見他手臂的線條，似乎有故事在表皮下蜿蜒。象標冷笑：就你一個幫工也來送死，我不想殺人。振飛鴻低聲說：但我不配讓別人隨便殺你們的生活。他沒有越自己是雜魔來頭，也沒有誇下海口，就是那樣一句話，讓我莫名地安定一點。或苦，真英雄就是這樣，不用張揚，只在關鍵時刻出現，不等象標出手。另一邊傳嚟高亢的呼聲，有人放了信號箭。遠處天空一抹白光劃過，那是曹邦的信號彈，召集的意思。聽到那聲音，所有人的臉都變了。我們知道，那意味着不只是象標一個人而來，真正的麻煩正往這危趕。就在這時，場面更加緊張。曹邦的副手們散布在各處，像一圈猛獸圍住了我們的院子。象標居高臨下，壓迫感強得讓人喘不過氣。他往前一步，挑釁地說：小姐，別跟我作對，給我3招，如果你擋得住，就算你贏，但只要你輸了，夠了。我不管旁人如何勸阻，拉起門簾一角，衝着他的眼睛大聲說：你們要糧就來拿，別像土匪一樣要人家施捨。我若輸了，我就撤，但若你們欺負了別人，我就不配放過你們。象標笑着拔刀，刀鋒在陽光下發出冷光。我知道這條路危險，但眼下沒有第二條路。就在交鋒前，一聲聲音從人群後面響起，比風更重，比木更冷。挑明願到了，他是曹邦的真正頭目，是青州城裏人人忌憚的大人物。只要他出手，我們就沒有回旋的餘地。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可更奇怪的是，他並沒有冷笑，他只是伸手，從懷裏拿出一塊舊令牌。令牌一亮，周圍一瞬靜得聽見鉗掉進地的聲音。那舊令牌是老爺子當年和曹邦願婚的驗證。趙明遠的手一抖，臉上露出一絲儀式。他並沒有直接逼迫，反而說：既然你們有這淵源，那就給你們一個機會。若你能抵擋我手下的精英，我就放你們一條路。我拎住機會，對方居然提出改變遊戲規則，是靈敏，算是另有圖謀。我看着振飛鴻，他的眼裏有光，一種讓人安心的光。他轉向我，聲音低到只有我能聽見：小姐，若你願意，我替你擋3拳。3拳，這樣簡禪的賭約，讓空氣變得凝固。若是承受不住，小姐將血肉橫飛；若是撐過去，糧鋪船能保住一部分。我的手不自覺地攢緊布襟，想到老爺子聽奉就是雪般的忠告，想到村里老人孩子的眼神，我知道自己不能退，哪怕用身體去賭，也要把家的人護在身後。我答應。我越話出口時，連我自己都驚訝於聲音的堅定。屋裏有人驚呼，有人哭泣，更多人沉默，仿佛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希望和恐懼壓在了這一瞬。象標開始冷笑，趙邦的人群裏有人
取出武器，局勢像一口大鍋，隨時要沸騰。天空再一次被戰光割裂，更多的曹邦人馬奔來，但在混亂中，有一雙眼睛盯着我，那是陣飛鴻。他的手握緊成拳，我能感覺到他在做出某種決定。若我輸了，我心裡迅速掠過無數念頭：小草未來的飯碗，老爺子的臉色，祖傳的賬本，母親為我縫的褂子。我咬着唇，把所有害怕都吞進肚子裡。外頭的驕傲和吼聲仿佛遠去了，只剩下心跳在耳邊敲打。第一拳尚未來到，我站在門檻上，看着那個高大的身影一步步走來。他的拳頭像雷，像鐵，我卻看見陳飛鴻一步上前，動作沉穩，不帶半點驚慌。有人在後面喊：小心，老大來了！有人跪下祈禱，有人拔出刀，而我只覺得肩上的責任沉甸甸。那一刻，太陽像被陰雲一掩，整個世界安靜得只剩血液的聲音。我知道，若這一拳打下，不只是我的肉體會感到痛，更有可能是整個肉家良鋪的命運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想把話碎成笑。來吧，給我看看，怎麼是你的本事？拳影船在遠處凝結，風船沒來得及帶走塵土。我的喉嚨乾濕，但眼神裡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清明。我把希望和恐懼一起壓進胸口，雙腳穩住了位置。門外的人群屏住呼吸，輪到世界等待那一刻落下，而我心裡只有一句話：沒有退路，也沒有後悔。來吧，我低聲睡，拳影像雷，打在空氣裡，帶出一陣寒意。第一拳砸下，地面像被敲開了一道裂縫，塵土翻飛，所有人的聲音都被震得模糊。我的心像被重錘擊中，但我站得不直，像一根被風吹不倒的蟲。那一瞬間，時間變得緩慢。我看見陳飛鴻的手爪閃過一道異常的角度，他擋下了那記幾乎能把人擊碎的拳，而我的身體竟然沒有像我想象的那樣崩塌。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幫工。第二拳更狠，更像是要把整個胸腔砸碎。將標的眼裡露出狠色，似乎船以為對方只是運氣好。但陣飛鴻的步伐安穩，拳與掌之間有一種奇怪的節奏，像在和風對話。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沒有多餘，像流水，一拳一式，把對方的力度逐漸化解。我聽到有人在後面低聲念着：快退開，別上前。但未人動，所有目光都黏在那兩個人的肢體上，像是在看一場天大的戲。第三拳來得更快，三拳之間不過數息。陣飛鴻不是站着不動，而是在化解中反擊。他的拳路有中有剛，像是用對方的力量把對方推向空處。將標被連連打退，臉上出現了第一次的不甘與驚愕。有人在後面喊：他真的是高手。我的喉嚨裡發出一聲磨聲的喘息，淚水在眼眶打轉，不是因為疼痛，而是因為心底突然升起的一股安定感。有人在替我們擋着刀。戰況持續，將標一人吃不開，便揮手示意同夥上前。
6個人衝來，像潮水一樣翻衝。我在門邊緊張得握緊了布簾，想衝上前，卻被身後的幾個老人死死拉住。陣飛鴻的身影在混亂中顯得越發清晰。他不像城裏那種星象武藝的人，動作更像是一種守護的儀式，不是為了炫技，而是要保住一方安寧。他擋下了幾人的圍攻，每一次出手都像是替每個人分擔了一點命運的重量。有人逃出刀子，閃落出冷冷的光。我以為一切會在那一刻崩塌，可陣飛鴻卻像變了一個人，步伐詭異，手法凌厲。他的手臂閃出一道弧線，巧妙地卸掉了對方一刀的切入，連帶着把那人絆倒在地。那人摔得鼻青臉腫，躺在泥地上翻滾，嘴裏嚎叫着。我看見張彪的臉色變了，羞憤而又驚恐。他沒想到這幫工竟有如此身手。趙明遠冷冷地看着這一切，他的眉眼間沒有笑意，空氣像被抽了乾。他走上前，嗓音不大，但每個字像錘子敲在我耳朵裏。你們的緣分，我記得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給你們一個機會。若這人輸了，你們就把糧交出來；若贏了，我切人。今日之後，曹幫不再過問玉家一事。勝負的天平在一句話之間傾斜，我的心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攢住，痛得難以呼吸。有人鬆了口氣，有人依舊緊張，更多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壓在了我和陣飛鴻兩個人的肩上。陣飛鴻回望我，眼神裏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溫柔，他向我點了點頭，像是在說放心。戰鬥繼續，拳腳、刀光、呼喝聲混成一片。我記得有人喊過，別讓小姐受傷。可是我知道，我不能再讓別人替我承受。可陣飛鴻不是一個替身，他是這個時刻出現的守護者，是在關鍵處把我們所有命運托住的人。他靠的不是蠻力，而是一種沉着，一種把對手的怒氣化為己用的技巧。我似乎看見了他眼角的一道淺疤，那像是他過去的證明，也像是他故事的開端。就在我以為將彪和他的同夥會就此撤退時，天邊又起了新的信號，更多人馬正趕嚟。趙明遠臉色微變，他突然對着曹幫的人喊了幾句，語氣裏帶着幾分無奈。原來這一切並非他獨自決定，如果他真的要動手，後面的增援會是致命的。他不願意立刻與大局衝突，所以才選擇了一道折中之策。小姐，陣飛鴻忽然湊近我的耳邊，聲音低得只有我能聽見。你若願意，我可以去把他們的氣勢壓下，只要你站穩不動。他的話簡禪，卻讓我心頭一暖。那一刻，我知道他的存在不僅是武力的展現，全是一種選擇的提示。我們可以選擇退，也可以選擇守。我抬頭看着院子裏那一堆臉色各異的人們，有老人、婦女、小孩、輪店的伙計，他們的眼神裏既有恐懼，也有期盼，像是把整座房子都壓在了一次賭注上。可我不能把他們的生死當作自己的猶豫理由。
我深吸一口氣，對陣飛鴻點了點頭，不要去惹他們，你先穩住。他點頭，動作利落得像一把刀插進空氣。隨後的幾個回合，他不再像之前那樣鋒芒不露，而是變得更緩，像是在用拳腳編織一道看不見的網，把嚟犯者的力度一層層扣住。象標終於在一次交鋒中被絆倒，他爬起來的時候，眼裡已經多了幾分謹慎。就在這時，遠處傳來一陣騷動，曹幫的白鳳和青龍兩位大將緩步而入，他們的氣勢一壓，連鳳都似乎停了。很多人無聲地倒吸一口涼氣。趙明遠的臉色徹底凝重，他知道這場面已經超出他的單方面安排。白鳳冷冷地掃了我們一眼，像是審視一隻可有可無的蟲子。青龍眼神如鷹，像在尋找一個破綻。我覺得自己的手心開始出汗，胸口像壓着一塊厚石。陣飛鴻站在我身側，肩膀微微顫動，他知道這局勢的險惡。白鳳走上前，聲音淡淡，既然如此，今日就讓你們嘗嘗真正的威逼。話音未落，青龍的拳頭已經架在空中，空氣像被刀割開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桑子眼。我的腦海裡閃過老爺子的教誨，閃過小草清晨喊着要吃粥的聲音，閃過鄰居妻子為了孩子省下的那幾枚銅錢。我緊緊咬住下唇，聽見自己血液流動的聲音，像潮水，一波接一波。這場鬥爭原不只是拳腳那麼簡單，它牽動着我們每個人的生計、尊嚴，船有那一盒一盒米的重量。若輸了，我們可能要關門；若贏了，我們能保住一部分希望。我的雙手不覺顫抖，但眼神卻異常堅定。我悄悄在心裡發誓，無論多少次風雨，只要船能站起來，我就要把這家店守下去，守住每一口飯。白鳳的拳影再次落下，而我閉上了眼，心裡默念的不是害怕，而是一句老話：真英雄不是打倒多少人，而是保護了多少人。如今我要證明，我們也能守住這片小小的天地。拳影收起的瞬間，周圍像被磨形的手拉緊了弦，大家的呼吸幾乎同步。我的腿旋在發軟，手心裡全是汗，腦海裡不斷回放那一拳砸在空氣的聲音。可當我睜開眼，看見陳飛鴻穩穩站在我身側，那種莫名的安心像暖流流進胸口。有人替我們擋着，那就好。象標狼狽地爬起，他臉上的狂妄被一點點磨平，像是被石頭碾過。趙明遠冷冷數過我們一眼，隨手一擺，那些剛到的曹幫人也停住腳步。白鳳和青龍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像兩座壓在我們頭頂的山。但令我驚訝的是，挑明願居然伸手摸了摸那塊老令牌，臉上閃過一絲浮習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的眼底有故事，有無奈，甚至有幾分遲疑。小姐，陣飛鴻靠近我，聲音低得只有我能聽見。先讓他們試探，別輕舉妄動。我們船有機會。我點頭，盡量讓自己冷靜。
可一股更深的擔憂在心裏滋長。若這只是開始，若背後旋有更大的勢力在等着，我又能做雜麼？我不過是一個掌着小店的女人，一袋糧食，一家人的飯碗，這樣的重量怎麼能壓得住城裏的風暴？戰鬥並沒有立刻結束，帳標被打退後，曹幫的人圍上來，用更粗暴的方式逼迫我們。有人推翻了堆着米袋的小車，米袋在地上裂開，白色的米粒像雪一樣撒了一地。小二娘撲上去拎着布袋，一片又一片把散落的米攏回去，臉上是驚慌但也有倔強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眼眶又酸了。若你們繼續耍橫，我就把你們的店面砸了。一個粗聲粗氣的頭目嚷嚷着，手裏旋甩着一根棍子。可就在他得意地邁步時，陣飛鴻一個斜步，化解了他的進攻，動作輕柔卻有力。那人被一推，撲倒在地，狼狽不堪。場子裏有一瞬的安靜，隨後爆發出零星的驚呼。我心裏想，或苦命運就是這麼奇妙。當你以為一切都要塌下時，卻有人從你看不見的地方伸手來。但好景不長，遠處又有人吹起了哨子，信號再次送來，曹幫真正的援軍更近了。趙明遠眉頭微皺，顯然他也不願意在城裏開戰，於是他抬手壓下了那些衝動的人，轉而對我說道：小姐，你們若能在今天守住糧，不與我為敵，日後我會讓人放你們安生。我看着那張臉，複雜的情緒在胸口翻攪。是妥協換取一時的安寧，全是繼續頂着與之對抗的風險。我想起老爺子昔日的教誨，想起他守着糧鋪對鄰里月的溫言。若有一天我們低頭，別人也會習以為常。若有人站出來，或苦船能換嚟幾個能站在我們這邊的同盟。正當我們猶豫之際，一個熟悉的聲音從人群中傳來：那塊令牌是當年玉家和條家的聯姻物，怎麼可能旋在你手裏？話一出，人群裏有人竊竊私語。原來那塊令牌對趙家有着不小的意義，現到他的確會讓挑明縣產生質疑。這個小小的轉機，讓現場的平衡微妙地向我們傾斜。然後就是那個人物出現了，李鳳，人們口中的青龍，身着簡樸卻氣質如山。他緩步而來，眼神冷靜，仿佛能看穿每個人的心。李鳳看向我，目光停留的時間不長，但其中有一種評估的意味。隨後，他轉向挑明縣，低低道了句：此事若按規矩嚟，我可不介入。你要是超出界限，我自有分執。挑明縣對視他一眼，最終收下了幾分鋒芒。時間像被拉長，直到我覺得自己快要支持不住。就在這一刻，陣飛鴻邁前一步，對着趙明縣抱拳：老將，今日是我們玉家的事，若你肯手下留情，我們願付合理代價，絕不強求。他越得平和，卻不卑不亢。趙明縣看了他半晌，最終輕哼一聲，點了點頭：好，給你們一個台階，交出2成糧，其他的歸你們。
今日一了百了，我心裏一重。大家面面相覷，既有驚喜也有不信任。有人低聲罵着挑明縣的苛刻，也有人鬆了口氣。但我看向陣飛鴻，他的眼神卻不同以往，有一種說不出的倦意和沉重。我走近他，輕聲問：你真的攰未是嗎？他只是搖了搖頭，嘴角勾出一絲淡笑。別想太多，你們先把糧裝好，路上小心。然而，就在我們以為風浪平息，開始收拾散亂的米堆時，遠處又傳來一陣急速的腳步，像印子在泥土上劃過。有人氣喘吁吁地跑來，滿臉驚恐地說：小姐，不好了！南門有人偷襲，黑影裏帶着火把，像是有人想趁亂縱火。這話一出，空氣裏頓時瀰漫開新的緊張。正當我們鬆口氣的瞬間，新的危機像潮水般撲來，把所有人的心又一次掀翻。我握緊雙手，心臟像被抽住。火把的陰影意味着更大的破壞，不只是糧被奪，可能船潰有整個店面付之一炬。陣飛鴻聽聞後一聲低喝，眼裏閃過急迫。小姐，趕緊關好門窗，把能擋火的布料準備好。男人們出去巡邏，別讓火勢蔓延。我想起老爺子當年在院子裏教我的一句話：關鍵時刻，人要像樹根一樣扎穩，讓風再怎麼刮，也別讓整個房子傾覆。如今，即便腿在戰，我也要把這座小屋守住。人群散開，忙碌中我看見每個人的臉都寫着血言。有人去取水，有人去搬米袋，有人點燃剩下的燈火嚟照明。就在我們忙亂之間，我忽然注意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悄然靠近。不知何時，那個被我們當成幫工的陣飛鴻已不見了蹤影。他去了哪裏？他背影在燈火間拉得長長的，卻又消失在遠角的黑影處。我的心猛地收緊，直覺像夜色中的矛，敏感而警覺。陣飛鴻不只是一個幫工，他的每一次消失都像是在為我們織補一張看不見的安全網。夜色更深，星光黯淡，火把的光在風中搖曳。我雙手顫抖着把最後一袋米推緊，腦海裏不斷回響着白天的拳影，晚上的號角，挑明遠眼中的質疑。明日如何，我不知道，但眼下我知道一件事：只要有人肯為這家店背負風險，我就不會讓希望滅掉。門外風起，帶來遠處戰鼓般的腳步聲，空氣裏瀰漫着燒焦的味道，像預告更大的試煉正在到來。我的手指突然冰冷，心裏升起一個念頭：真正的風暴或苦船在遠方，而我們所做的一切，不過是暴風眼裏的一圈小小漣漪。夜風像刀，把人心刮得透亮。我們把散落的米粒又一一弄起，抬着沉重的袋子往舍房搬。閣下泥土濕滑，燈光搖曳，大家動作緊張卻有條不紊。那種為了活下去的忙碌讓人心裏既酸又溫暖。可當我以為今晚能就這樣熬過去時，遠處突然傳來更密集的腳步聲，像是一陣鐵錘在敲打我胸口。有人衝南門放火。
一個年輕夥計氣喘吁吁地跑來，臉色煞白。火把，黑衣人，像是想把我們圍死在這人。我的腦袋一暈，腳步差點抖顫。我望向陣飛鴻，他已經把身上的披風甩開，眼裏亮得像刀鋒。小姐，你和孩子先藏好，我去看看情況。他聲音不大，卻像山谷裏回蕩的鐘聲，穩得讓人信服。我想拉住他，卻被外公一把挾住，別讓他一個人去。那火勢一開，整個院子都要被燒掉。我看着外公蒼老的手，那手借被子撫過無數米袋，也撫過我小時候的頭髮，現在卻抖得厲害。他的眼神裏藏着恐懼，像看見了曾經逃不過的災難。你們把門窗堵牢，準備水和濕布。我盡量讓聲音冷靜，不要讓火蔓延。有人分頭去巡邏，別讓別人靠近糧房。人群像被指揮的船隻，有條不紊地分工行動。我把小草抱到一個潮濕的角落，把被褥裹緊，心裏像被無數針刺。若真有火起，我最擔心的不是糧，而是小草的哭聲和外公那張蒼白的臉。黑影在院外游走，火把的光像惡魔的眼睛。陣飛鴻縱身而出，身影在黑夜裏矯捷如矛。他沒有帶刀，只帶着一股從骨子裏透出的冷靜。他像鳳一般貼近牆面，忽隱忽現。我心裏緊張到極點，可每當他回頭看我一眼，那目光總能把一片慌亂都壓住。忽然，院外一陣呼喝，聲音比之前更洪亮，有人喊着，把他們圍住，別讓糧食跑了。隨之而來是鐵器撞擊和喊晒聲。白鳳和青龍帶着手下衝了過來，火把在他們手裏搖晃，光影在他們臉上，像披着血。他們的氣勢令人在冷夜裏打戰。陣飛鴻如幾名夥計當在前面，他的拳腳不多，但每一招每一式都帶着護住人的堅定。我們這些凡人中間，他像是一座橋，別人可以把希望放在他肩上。有人被推倒，有人被逼退，但他總能用最小的代價保護最多的人。看着他並肩而立，我忽然有一種莫名的羞愧。我們是被保護的一方，卻也應該承擔更多。戰至半刻，門外突生一股冷流，所有人都拎住。趙明遠的聲音在黑暗中響起，比風更冷。夠了，今日就此罷手。他走到門口，手裏持着那塊舊令牌，眼中竟有一絲複雜的情緒。白鳳、青龍獨時收斂了氣焰，他們向他行禮，然後緩緩後退。夜色中，趙明遠的臉在火光如影子間來回變幻。他低聲對我說：欲加的舊情我全記着，今日我給你們台階，但城裏勢力複雜，我也有我的難處。我看着他，心裏既感激又警惕。感謝的是這意外的退讓，警惕的是這種退讓背後到底隱藏多少交易。趙明遠的眼神像一座冰窖，誰也看不透。陣飛鴻上前幾步，恭敬地抱拳，多謝老將手下留情。正當我們以為可以喘口氣時，天邊又起了更遠、更急的腳步，像潮水捲向我們。
有人驚叫，曹邦的援軍來了，比之前更多。我的心又沉了下去。趙明遠面色一變，他看着遠處，皺眉。他們不該嚟這麼多，這是別有用心的動作。然後一陣低笑從夜色裏傳嚟，一個高大的黑影緩步而入。他不是挑明縣手下的那幾位，而是另一股更陌生、更冷的氣息。黑影暫定，抬手摘下兜帽，露出一像我從未見過的面孔，年輕，卻眼神裏藏着比刀旋冷的東西。他環顧四周，微笑得像一朵枯萎的花。你們還真能鬧一場戲。那一瞬，陣飛鴻的身體僵住，他的眼神變得極其認真。有人在我耳邊輕聲，那是趙邦新來的白衣劊子手，對越手段冷酷無情，專門收拾不忍話的良鋪。我感覺到空氣凝固到能切割。我抱緊小草，感到背脊發涼。黑影向前一步，聲音溫吞而致命。既然你們不想乖乖交糧，我就收拾乾淨。先給我一個理由，讓我不動手燒掉這家店。他的語氣像柳絮，看不出殺氣，卻讓人滾身發汗。趙明遠沉住氣，他的手在微微顫抖，顯然也沒料到有人會在這時候插入。他低聲如那人耳語，隨後轉向我們，他提出一個條件：若你們不想店被燒，就派一人出來，禪挑三局，若贏則放你們一條生路，若敗他停下，目光轉向我，像是在把所有人的命運放在我手心。我的喉嚨突然變得乾澀，我看着那黑影，仿佛他就是夜的化身，冷得讓人膽寒。陣飛鴻上前一步，眼神如鐵，誰去？我替小姐去。他聲音堅決得像命令。不，我攔住他，聲音比夜更冷。陣飛鴻，不苦，你已經幫我們很多了，我不能讓你再去冒險。我的話像一聲輕嘆，但他搖頭，眼裏有怒也有不捨。小姐，你是店裏的人，孩子的母親，不該把命運倒在別人頭上。我們爭執間，那位黑衣人冷冷應道：時間不等人，你們的選擇很簡禪。若有人願意用命換糧，就去。我等你們的答覆。火光照在他的臉上，他露出一抹笑，那笑讓我想起雷鳴前的寂靜，像是風暴在醞釀。我的腳步不自覺地後退，腦海裏閃現出老爺子握着令牌的手，外公為我們年邁的背影，小草在夜裏細小的呼吸。我知道，一旦有人應戰，可能會有不可挽回的傷害。可若無人回應，良鋪就會付之一炬。論你賄我肚子，孩子們的明天會被掐斷。夜色重得讓人窒息。我看向陣飛鴻，他的眼裏閃過複雜，不只是護我，更像在衡量一種無法言喻的責任。我輕咬下唇，感覺胸口有東西在碎裂。最終，我的聲音比鳳還輕，卻清晰無比。我去。屋裏一片嘩然。外公捶胸，民婦怒哮。小二娘撲到我面前，哭着找我的手。小姐，你不能，你會死的。但眼淚在他們眼裏，比任何勸阻更磨力。陣飛鴻沒有阻攔，
他的眼裏先是暗了暗，隨後露出讚撫與心痛交織的神色。他走近，低聲在我耳邊說：小姐別怕，我跪在旁守着，若需救援，我在這人。黑夜裏，我抬起頭，看向那個黑衣人，他微笑着，伸出手，好，很好。既是小姐出面，那便公平。三局兩聲，放手去做吧。他的聲音像鋒利的舊鋼，我深吸一口氣，像把整個人都吸進泥土，又像把整片天吸進空腔。夜風吹動衣襟，火把的光在我的眼裏跳舞。我把小草抱得更緊，向着門口走去。腳步堅定卻帶着顫抖，每一步都像踏在冰上，下面是深不見底的黑。我知道今夜之後，玉家良鋪的命運將在三局拳影之間改變。夜色壓得更沉，火光影得人影搖晃，仿佛整個院子都在隨風戰慄。我站在那片火把下，心裝幾乎要衝破胸口，黑衣人的笑環在耳邊回蕩，那笑聲比火更冷，比夜更深。三局兩聲，這是他的挑戰，也是我的劫。我深吸一口氣，告訴自己不能退。若此刻退了，不僅是玉家良鋪的毀滅，更是整條街、整個鄰里的絕望。老百姓的飯碗係在這裏，我不能放手。可我的手心冰涼，腿像灌了鉛。就在這時，一隻厚實的手輕輕搭在我肩上。我一抬頭，看到陣飛鴻的眼，他的目光沉穩，帶着小燕的柔意。小姐，放心去，我跪在你身邊。那一刻，我眼眶酸了，想哭卻忍住，因為哭只會讓大家更害怕。第一局開始，黑衣人像獵鷹一樣撲來，速度快到幾乎看不見。我本能地抬手，擋住了正面的一擊，手臂麻木，幾乎要截斷。可是我旋站着。四周響起低低的驚呼，陣飛鴻目光一緊，微微點頭，好像在暗暗告訴我，對，就是這樣。我咬緊牙關，硬撐下去。第二招比第一招更狠，他借着火光，一個旋踢直逼我的胸口，我退無可退，幾乎能聽到骨頭被震得落落作響。就在我身體失衡的瞬間，一道身影掠過，陣飛鴻。他並沒有直接幫我，而是巧妙地借力一推，把我往旁邊帶開半步。那一腳擦着我的衣襟掠過，火光閃耀，我胸口的冷汗瞬間浸透衣服。他擋下了兩招，有人驚呼。我的心也震了一下。對啊，我竟然真的擋下了兩招。可黑衣人只是冷笑。第三招，看你怎麼接。他的拳勢如雷，直奔我的面門。我眼前一片白光，本以為這一刻必死無疑。就在拳縫撲面時，我忽然想起父親生前的話。真正的強者，不是打敗多少人，而是守住多少人。腦海裏那句話化成力量，我猛地蹲身，雙臂交叉護在胸前，用盡全身力氣硬抗。咣的一聲，我整個人被打退數步，膝合合在石板上，痛得眼淚瞬間衝出。但我存活着，存在呼吸。
院子裏安靜到連火焰的啪聲都格外刺耳。黑衣人精了精，眼裏閃過一絲意外。趙明遠緩緩開口：3招已過，照規矩，你們贏了。我心口像被撕裂，但同時也有一絲輕快的顫抖。我真的活下來了。可就在所有人鬆一口氣時，黑衣人卻突然低笑：贏了。我可沒睡過，我要遵守規矩。他的聲音像毒蛇在夜裏滑動，帶着嘲諷與危險。話音剛落，他猛地一揮手，示意身後的人點火。數根火把同時飛出，落在院外的乾草上，火光瞬間衝天。人群驚慌失措，喊聲四起。有人急忙去提水，有人抱着米袋往後躲。我目瞪口呆，憤怒與絕望同時衝上喉嚨。這根本不是比試，而是一場早已布好的陷阱。小姐，陣飛鴻一聲低吼，他的眼裏燃起烈焰般的光。帶上孩子，往後院走。我來攔住他們，我卻搖頭，緊緊抓住他的衣袖，聲音顫抖卻堅定：飛鴻，你若死了，我們誰也活不了。火光映照下，他眼神裏的冷意和柔意交織成一種讓我無法呼吸的重量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他不只是一個幫工，他背負着比我們所有人更沉的秘密和使命。而就在火焰吞噬夜空的時候，一個更沉重的身影緩緩走進院子，是挑明遠。他沒有大笑，面色鐵青，聲音沉如山石：夠了，誰敢呸我的規矩？院子裏的火光獨時像被風壓住，人群的呼喊逐漸平息，可空氣卻比火更灼人。我知道真正的較量全沒有開始。火光在風裏搖曳，映得挑明遠的臉忽明忽暗。他站在院子中央，背影高大，聲音卻壓得極低。我挑明遠越過的話，誰敢違背？那一瞬間，所有喧囂戛然而止，連黑衣人也拎住，眼裏閃過一絲不安。他咬着牙，低頭道：是屬下孟康魯莽了。可我心裏明白，這些人根本不是魯莽，而是有備而來。只不過趙明遠的出現，讓他們一時不敢再造次。我強忍住全身的疼痛，撐着身體站起，聲音嘶啞卻清晰：趙幫主，3招已過，你當眾承諾過的事，難道也要反悔嗎？四周一陣低聲議論，有人偷偷看我，眼神裏帶着同情和驚訝。誰也沒想到，我一個女子竟敢當面對質挑明遠。他轉過頭，目光如刀鋒般落在我身上，那眼神讓我脊背發亮。可我依舊咬緊牙關，不肯低頭，因為我知道，一旦退讓，我們欲加良鋪就真的完了。趙明遠沉默了好一會兒，忽然笑了，笑聲冷冽。果然有你父親的影子，當年他也是這樣，寧折不彎。聽到這話，我心裏一戰。父親的死因一直是個謎，他是因病去世，全是另有隱情。趙明遠的語氣裏，仿佛埋着不為人知的真相。你認識我父親？我忍不住開口，聲音發抖。趙明遠盯着我，緩緩點頭。
不近認識，旋欠他一條命。四周花言，我也怔住了。欠命，這四個字，讓我心頭的疑問像烈火一樣燃燒。可挑明願只是冷冷一笑，揮手示意手下退開。記住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皮，已成糧食留下。說完，他轉身欲走。我本該鬆一口氣，可心卻懸得更高。父親生前從不肯與曹邦同流合污，如今挑明願卻越欠他一命，這裏面到底隱藏着什麼？等等，振飛鴻忽然出聲，聲音裏帶着一種極罕見的鋒銳。趙幫主，你既然歲欠老爺一命，為何至今未償？這一句話讓在場的人都變了臉色。趙明願的步伐一獨，背影僵硬，緩緩轉身，眼神裏閃過一絲危險的光。他冷冷開口：你究竟是誰？風吹動院裏的火焰，火光照出振飛鴻堅毅的側臉。他站得不直，聲音如同刀劍出鞘。我不是誰的幫工，我是受老爺所託，誓要守護玉家的人。四周寂靜無聲，連火焰的啪聲都被這句話壓下去。我的心劇烈顫動。原來他一直隱瞞身份，原來他早就和父親有聯繫，怪不得他武藝超群，卻從不輕易出手。趙明願盯着他良久，終於吐出一句：果然是他安排的人。可惜你來得太遲，局早已布下，哪怕你再強，也無法護住他。他的話音落下，院外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接着是整齊的喊晒聲。火光映照下，數十名黑衣人衝進嚟，將院子團團圍住。我心口一緊，雙手不由自主地攢緊衣袖。趙明願沒有走，他只是冷冷一笑。既然欠的債已無處可旋，那就讓今晚徹底了裂。院子裏的氣息驟然凝固，火光下每個人的影子都拉得無比猙獰。我看着振飛鴻的背影，他一步步走到我前方，當在我與挑明願之間。那一刻，我忽然生出一種奇怪的預感，也苦，這不僅僅是一場糧鋪的爭奪，而是埋藏了多年的恩怨與秘密，即將在此刻徹底揭開。而我注定再也回不到從前。